欢迎大家来到哈克哆瑞咪，赶快准备好，跟着默默、亮亮、点点、小蜜一起来跳舞喽！今天要跳的歌曲叫做《问嘛给》，问什么？一起来找答案吧！匆匆，匆匆，长长，便便，便便，扁扁，眼眼，眼眼，圆圆。刚刚教的客家话，大家有学起来吗？那我们现在要再跳一次。问嘛给？问什么？客家话大家都要记住哦！哈克哆瑞咪，我们下次见！张来了，耶！